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。哦，这条第4路的这条那个泰康隧道啊，绿色隧道，绿色隧道，往东边去小角腿，再往东边大角腿，那接南北方向中山道，要是往6甲，可以到附近有交流道，南二高福尔马村摩沙高速公路交流道。哦，今天车子停了好多。不过他们来拍影片，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还有假日市集哦，还可以买到那个无患子一包，这样一包100块啊，无患子无毒天然环保，还会放保特瓶疗愈产生泡沫，那这样可以做肥料，喷那植物啊虫不敢来，那个喷洒植物啊就作为肥料。可以摇很多次摇到没有泡沫，那个剩下来可以做肥料。无患子，原产于印度，无患子不是苦楝哦，苦楝原产于印度，